来看美国卖予台湾的军事武器进度有拖着。美国联邦众议院外委会主席宣布要成立一个好小组，邀请美国国务院甲国防部专家来监督对外军售，看安怎做简化流程，赶紧把武器交予台湾。有学者分析讲，台湾应该要甲美国说明台海状况，增加应对的能力。 台海情势紧张，国防部向美国购买武器，刷面临交会延误。美国进前启用总统拨款权，先交付一批刺针飞弹到台湾。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最近宣布成立老虎小组，监督对外军事委员会领导阶层，要加速对台湾订盟友武器交付，保障安全。就已经采购的装备解决交货的问题以外呢，也针对台湾防卫需求。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装备，在什么样的时间提供，以及提供的方式等等。美国国防部今年完后成立老虎小组，检讨武器交付延误，确保提供台湾需要的军事能力。学者表示，美国为俄乌战争学到教训，有充足的武器弹药，就会当阻止战争。针对中共伫无明确的所在制造冲突，台美保持沟通传达威胁情况加重要。这些威胁的状况，除了实际作战的情况在，可能还包括近期中共对我们的这些所谓的灰色地带冲突。 包括这个空中的威胁跟海上的威胁等等哦，那这些情况可能要让美方了解，那我们可能这个面临的情况是什么？那我们真正实际需要的这个是什么？另外，台美完成签署各位价值45亿4054万的火山陆上机动暴力系统，一定2029年年底前完成交运。国防部表示，那是中共有反台登陆意图的时阵，会当伫可能登陆的所在快速布雷。不过，火山布雷系统捌互人质疑，互台湾变作地雷岛。 如果当局势比较紧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用传统的方式来布雷的话，相对来说它会耗损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反而如果我们有了这一个火山这个系统，这一个机动的一个布雷车辆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用比较少的人力去达到快速布雷的一个效果？学者认为，火山布雷系统对于国土防卫有必要性，会当减少人力缩短布雷过程，争取更加侪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台北